除咗從運動同飲食呢啲基本生活因素着手之外，亦都有部分人另揾方法，希望改善體質。近年嚟，市面又冒起一啲商戶標榜可以用西醫以外嘅方法改善體質，甚至係容貌。我哋同呢啲商戶傾過，究竟佢哋嘅保健服務同傳統嘅方案有啲咩唔同啦？對使用服務嘅消費者嚟講，又係咪物有所值呢？香港人工作繁忙，生活節奏急速係世界知名。香港亞太研究所5月底進行咗一項有關香港工時嘅調查，指出喺502名受訪嘅本港40到60歲在職中年，當中有76%每日睡眠都唔夠8個鐘，有38%每日平均工作10個鐘或以上。佢哋收工之後往往都筋疲力盡，亦都好憔悴。針對香港人對保健嘅需求，近嚟有商戶推廣一啲服務，將熱草藥產生嘅水蒸氣施用喺客戶嘅腳上面，甚至係全身，標榜話可以達到各種保健目的。最主要針對翻而家現在都市人啦，尤其比較懶人嗰啲啦，唔中意做運動嗰啲啦，針對呢群嘅客組啦。咁譬如針對佢哋，譬如失眠方面啦，譬如啲朋友話壓力大、瞓唔到覺嘅，譬如美麗朝要開會嘅，咁佢哋都會係早一晚會上嚟，我哋蒸一蒸個身啊。咁其實最主要係撞紅花啦。呢一家公司一般嘅療程可以分為蒸腳同埋蒸身，每次花費只不過係百幾蚊，但並唔係人人都適合接受草藥蒸氣療法。根據負責人表示，孕婦、高血壓人士同埋佩戴心臟起搏器嘅人都唔適宜使用呢一種嘅